你那么阿爸妈一阵子不啊就是我慌啦，你哎吃妈咪瓜比阿爸阿妈不得谁家么家伙啦我，啊你们那天没听么瓜，也是谁知阿米亚瓜吃你啊，听你说的吃的看耶，阿吉罗阿吉说呢阿吉多样啊就，也阿吉多一天，阿吉的出门个天呢，阿吉阿米阿可是来来打嘛不呢，阿吉嘛瓜。一个看那个抓嘛，有吃听嘛的，应该过来么？我他印尼嘛那个阿里家么啊，别呢？哦，我有吃听嘛呢，阿可别不？我过度，阿只那个别嘛呢？我有吃听嘛嘛的啊比，应该过来家么是阿可嘎吃哦。过头应该嘎嘎就吃比，阿这就那得哪个是阿姆过你自家么过吃的？嘛家么应该就不错不听耶，一就陪那个你自那么得一过来弄。我他应该阿里家么啊？别呢？我看那个抓嘛，我吃嘛在那里嘛别不？就陪他嘛呢，啊是俺们嘛别是应该，也就陪的煮点咯。我他提巴罗亚他，花西帕提用的，切的是呢，一点不拉嘛的应该弄么咯？应该一点切不嘛，其他的嘛在那嘛不应该。一个个这样咯，个头应该没结花了。伊嘛是那么不应该，啊可是都是一直在这么那么不应该嘛哈得样咯。过来得样的应该可的可过吃了，可那个做嘛是吃了吃，是了哈牛里，有看那个做嘛有吃的里个。应该阿个可多么三个米，阿里是多么话了，有吃那个做嘛，吃嘛个巧克力，我里嘛问我。我倒是应该，你妈家么吃的是，一堆应该米阿去杀多了。对，我吃的我阿去别比我过里别么个，阿么那我的比例怎么听嘛过着呢是我的杀多年都我都知道嘛我比过里家么是应该阿去过吃我呀咯。你只能嘛做片呐，一不个一直的就这个嘛我。你只能嘛做片呐，伊嘛是那么不，阿米过吃谁都这个嘛我。吃起嘛个那个俩钱阿米，那个阿里家么啦我是，有那个比啥嘛去嘛那的，有时那个嘎吃啥嘛啊，这嘛是那么吃配天嘛里，那只得就这啥嘛啊比家么那大嘛咯，那罗克罗家是得阿克啥么啊，我也真是大能人哦。